这个冷气团到位，昨暝敢若伫花莲，有一个80岁老大人死亡，还有8个人身体无爽快送病院。而遮尔寒的天气，这个血管真会收缩，有带心血管疾病乡亲甲老大人一定爱穿好烧。受到冷气团的影响，天气真冷，而且汽水已经拢穿高的外套。困伫桥骹游民的是规人拢揪伫棉被内保持温暖。今年日当第一波冷气团，敢若是伫花莲就传出了9件因为天气冷送病院甚至死亡的事件。其中有一位年长的长者也到院前也欧卡，另外8件他的因为有心血管疾病，所以也产生了那个脑血管病变的案例。一个阴暗救护车出动几啊次，一透早门诊嘛已经真侪人来看病。有时候会130几哦，那可能跟最近天气变冷有关系，避免这个温差变化太大，因为这个一个天气变冷，血管会剧烈的收缩，对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来说是会增加非常之大。医师提醒，心血管疾病也是老大人、身体机能较歹的人，拢爱互身体当保持温暖，才袂造成血管的负担，减少天气冷为身体带来伤害。